泰铢集团啊，这非法跨国洗钱，这金额是107亿这么多啊，所以地检署侦结针对其中的62个人啊起诉。另外，其中有9个人，什么是伫咧收押，因为着要拼交保啊，哇，啥物理由拢有啦。有诶讲啊，爱请互伊交保啦，伊要等去照顾因兜所饲诶牛；有诶佫讲啊，伊要等去照顾因兜破病厝邻诶人。所以各种诶理由拢有，不过检察官是无可能互伊遐好转嫁诶。徛天庭看头前无想打扣起诉被告，其实泰铢集团台湾籍上资深的干部姓王的负责人500万交保，身躯还阁挂科技监控，才得到自由。地部判头淡淡，其实保险公司姓高位林组长，佮甲是泰铢集团主席单子的亲信。保险4号侦结起诉，泰铢集团拢总62位被告，啊那9位在押被告，伫咧法庭报诉进展，拢是要拼交保。为着会当顺利交保，被告交诉提出，姓王的负责人要认罪就是要认罪，讲家己是1个月领30万普通的上班族，扣期压了后就拢无收入，那交保爱照顾破病的妈妈，姓林的总管泡婚金牌拢共款爱照顾失智的爸爸，希望交保。姓陈的世家馆负责人吕涵讲收入少甲爱去卖祖产，交保的理由是要照顾因兜的牛。法官认为已经侦查结束，有摕到充分的证据，9位被告分别以30到500万交保。不过，姓陈的财务总管因为赚无钱，半暝啊，搁转来看守所。8位被告无过继续限制因大所在出境过出海，嘛会接受科技监控。北检讲建议提起控告，泰铢集团非法洗钱金额1笔107亿，各有2位主嫌搁伫咧走，检方会继续对了紧抓起来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